两片就行啊，它可以往后面扎啊。这个面对面。我们师傅会告诉你该怎么去配合它，抓紧了，红色布条这个部位不要抓到前面啊，哥。竹片抓红色布条这个部位。对。就这样啊，很好。两片竹片呢，你要保持平行，不能乱动，不能一高一低，然后要放在两边，要抓紧呢。你家可我家。哎，小朋友。我已经去帮他了。保持平行不动啊，不要紧张。一定不要让竹片动，因为我们师傅施法呀，会让这个竹片的两片中间部位慢慢的合在一起。在5分钟之内，如果这个竹片合在一起了，那这是成功的。如果说在5分钟之内，这个竹片呢没有合在一起，那就很遗憾，这个表演呢是失败的。我们台下面的朋友不能碰到2位朋友的身体啊，你们可以仔细看一看啊。我们这个大香溪呢，它有3大位解之仪，是赶尸，还有放骨，还有沉珠活。赶尸放骨呢，我们看不到。咱们师傅现在手指在这个碗中，这个竹片当中所晃动的这根符呢，它就叫做沉珠活啊。放轻松，不要紧张。2只眼睛呢看着竹片，哪里都不要看啊，保持这个姿势非常好，不要动就行了。坚持一下啊。这2片竹片呢是在晃动的，对不对？在往中间慢慢的靠拢啊，但是呢晃动的幅度并不是太大，我们再稍微等一等啊。2位朋友放轻松啊，心诚则灵，不要紧张。2只眼睛看着竹片中间，还差一点点，马上就合起来了啊！好，可以放手了，可以放手啊。先放手，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啊。我们首先问一下2位朋友有没有帮助这个师傅把竹片往里面合，老实说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就是感觉这个竹片中间啊有一股力在往拉扯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子的。大家又认为说这个竹片有问题，你们这个有机关暗道的，你们用手来摸，可以到处摸到去检查，没有什么禁忌的。这个有疑问都可以来摸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中间有没有磁铁呀，有没有机关暗道？这个有疑问的朋友你可以来检查，没有关系啊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大香溪最神奇神秘的巫术表演。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合起来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它是传男不传女的。中央电视台呢也是过来采访过的，在电视上面你们看得到，同样呢也没有解开啊，你们都不检查。